莫子欣，係我5歲啊！我個好靚㗎。如果阿女啱出世嗰時俾我起個願，好想生翻好似家姐咁正常，佢唔使咁擔心佢以後嗰條路行得咁艱難。5歲嘅子欣患有先天腦縫草閉症，由於顱骨提前融合，限制咗大腦嘅生長，令到佢頭型發育異常。一出生就注定要做一個與別不同嘅孩子。陀到生都冇諗到話唔要，一檢查出嚟係咁樣都唔會話諗到放棄啦。冇，每個細路仔對我哋嚟講都係帶感恩嚟俾我哋啊。同樣係媽媽嘅 Zoe， 非常能夠體會父母害怕孩子唔能夠健康成長嘅嗰一份惶恐。呢一個病啦，可以即係做手術啊？醫生有冇話建議可以做個手術？咁都會係有改善啊咁。嗰啲腦科專家已經同我哋講得好清楚㗎啦。佢話你今次如果做呢個手術咧，嗰個風險去到50%啊。所以咧嗰陣時我哋都冇啦，唔做住先。如果換轉係我都覺得係好難作決定。但係只要咧有10%、20%都好，即係話會影響到小朋友，其實我都未必會 take 呢個 choice 咁樣。我哋玄學院同仁濟醫院一樣，喺荃灣紮根咗50幾年。我哋作為一個道教嘅慈善團體，都全力配合仁濟醫院各項嘅慈善服務。其中我哋非常關注嘅係兒童嘅成長。所以就設立咗呢一間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啦。譬如而家子欣嚟咗我哋中心咧，已經有2年半咯。佢嘅改變咗有幾多啊？講嘢方面好咗好多，以前講翻2個字，依家起碼有4、5到6個字以上啊！依家以前啲單腳咧得翻3秒咯，依家可以10秒以上。哇！可以表演咯，即係平衡有好多。即係你。咁其實每個小朋友嚟到中心咧，咁我哋都會先睇下佢喺各範疇嘅能力咧係點樣啦，然後再就住佢嘅需要咧，我哋就會提供一啲個別或者一啲小組嘅訓練俾翻佢咁樣咯。見到個子欣咧喺呢2年幾嚟嗰個改變咧係非常之大，非常之感謝咧中心能夠啲同事咧咁盡職盡責啊，咁都非常之高興。雖然上天要子欣行一條唔平凡嘅人生路，但係亦都喺佢身邊安排咗滿有愛心嘅親人一路相伴，令子欣可以以燦爛嘅笑容勇敢前行。咁家姐細佬係咪其實都好接納子欣？如果有人嚟取笑佢啊、蝦佢啊，佢會唔會保護？咁都會啊！有啲小朋友會講子欣話點解會咁樣啫？咁係家姐聽到會話。我妹妹冇嘢啊！你哋唔可以喺度咁講佢啊！見你哋一家咧感情好好啊，一啲姊妹啊，佢哋都即係玩得好好，同埋好愛對方咯。佢除咗可能外表上同其他小朋友有少少唔一樣之外咧，好多嘢咧其實同一般小朋友都一樣，佢一樣中意去遊樂場玩，一樣中意見到動物啊，走去餵啊。同埋一見到士多啤梨就好興奮，走去摘啊，係一個好真性情嘅小朋友啦，同埋佢係充滿自信嘅一個女孩子。其實佢比我想象中更加活潑開朗，同埋好容易咧就會可以好親近啊同你，即係佢好快就會走過嚟，好主動咁拉住你，拖住你一齊玩啊！好希望佢可以一路保持呢一份好開心、好樂觀嘅心態去長大咯。越嚟越大個女女咯喎，咩啊？你會唔會有自己嘅願望啊？有。乜嘢？話俾我聽。你好開心係咪？一路都開開心心、健康成長係咪？係孝順父母好冇？好。希望佢又帶住呢一份自信、呢一個愛心，可以去感染到其他嘅小朋友，繼續健康快樂咁成長。
子欣，媽咪祝福你樂觀、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過好自己嘅你一世。媽咪多謝你，感恩你帶俾我哋所有嘅快樂。媽咪永遠愛你，爸爸永遠都愛你啊！唔該晒吉吉，亦都歡迎子欣同埋媽咪嘅，歡迎你哋。嗱，吉吉做我嘅爹哋，相信你深深感受到就係子欣父母對佢嘅愛。絕對係啊！因為頭先其實睇你條片咧，都真係生少少喊咗出嚟。我覺得媽媽好偉大啦，爸爸亦都好偉大啦。因為作為父母，其實子女嘅健康應該係首當其衝，我哋最重要嘅一環。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，我覺得媽媽繼續保持你嘅信念，一定可以俾到子欣呢有一個獨特而又美好嘅人生。子欣呢真係好錫媽咪嘅喎，知道咧佢準備咗一個驚喜。之前呢就同中心嘅姑娘咧一齊做咗手工，想送俾媽咪啊！大家睇下，到底咩嚟嘅？哇！子欣，我哋一齊送俾你媽咪，送俾媽咪，我哋一齊。媽咪錫啖女女先啦。會喎。同媽咪講咩啊？子欣。媽咪，I love you。咁媽咪有冇啲咩想同子欣講啊？媽咪希望你健健康康，最緊要係聽話咯，好唔好？好。一定會，一定會。嗱，感人故事再加埋吉嘅歌聲咧，感動到我哋善長嘅贊助，當中包括有陳誠志副主席、郭志誠總理、田煥欣總理以及係葉林麗珍總理啦，合共捐出195萬支持人際㗎。咁除咗現場嘅善長之外咧，電視機前嘅觀眾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我哋嘅捐款熱線1872828，有100條線。